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。过无偌久，门徒的人数一直加添，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埋怨遐个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，因为伫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有忽略因的赶赴。12使徒就召集全体门徒，对因讲：阮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作放下地，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合。所以兄弟啊，着对恁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阁有智慧的人，愿通任命因办理即个代志。阮要全心伫基督甲传道的工作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；阁选腓力、彼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门、巴比纳，甲改宗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因互这人徛伫使徒面前，使徒就为着因祈祷，甲因换手。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，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多，阁有真多祭司嘛听趁即个信仰。司提反充满恩赐甲能力，伫民众的中间行大奇事甲神迹。不过有一寡人起来甲司提反辩论，因是对古年内甲亚历山大来属自由人会堂的会员，以及对基利家甲亚细亚来的人。圣神赐智慧互司提反，互因无法度通辩驳。后来因买受一寡人出来讲，阮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甲亵渎上帝的话，因煽动民众、长老甲经学教师，冲去掠司提反，甲伊交互议会。因叫一寡假证人出来，讲这人不时讲话攻击即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。阮捌听到伊讲，即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即个圣殿，佮改变摩西传互咱的规例。迄时，坐伫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，看到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貌，